có của cả do của tu xuống gao tu bao bao cu lu xa tu cu nhẹ nhẹ cha tu cu chia do tu thi chị mộng ơ sao lập lời giảng dữ mà chị nhà sao bù đơn thái y giảng sợ cô nhớ khai khai co là cô nhớ khai co là cô mà cho nó cái y thì sợ đi lâu nhau cô nói nhà có ha抱一抱，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。这跟从你nhau kì好不好？cô đang giật cô nè你他过去的掉về cô là迷路啊cô应该没打电话的我他包个我找到那么走啥我让这个电台也nhau kì因为cô là迷路超过他敢穿考过他敢穿马过我敢闹我让这个电台也nhau kì因为cô là迷路他过来手灯过来手灯闹自己都闹了为了这个电台也nhau kì哈还是要cô là迷路那么thì lo nhận ra cô nhá ý món đâu nè你还กูตากูรู้เมียรู้ต้องตรงเลยก็รู้แต่รู้แล้วเนี่ยตบโป๊ะซะนะก็จะมันได้จากหัวอาซะซะ我看那怎么听你了？喂，没录事情，这才录事情给我迷了啊！tập kìa, bây giờ có tôi mới录事情，我弄大电脑追漏你了没有？bây giờ có tôi mới lấy gì chuyện我弄大电脑追漏你了没有？你别笑。哦哟，妹妹有时候都很帅，但是呢就要靠实力了吗？妹妹有没包吗？妹有还在没带自信车的？妹妹有很没差，但是呢有还没到工天，都能容的那么就是要顾，和妹妹的区别。都能容的那么就是要顾，和明明的区别。你两鸟跟我讲诶，带你去吃啥呢？那我们刚刚诶，咕噜包包，你说嘞，我露出这，我自己在啥，都只鸟嘞。你这个手指抄个蒙的啊！你两鸟，打头分手哦。你关个这个照顾下噶，搞得这么大嘞，我整他个鸟的，个脑毛蛋子好过个第二三股印章哈，我的那个台州上来了，我只有没啥个鸟搞了，之类没，我哪弄如个鸟呢？个毛的脑子走呢，我母了。喂，有噶，我叫个箱子走呢。还是你分对我容的，不过这么早嘞，主动离开过，如果还分手，减轻过的负担。这叫容不那两顶差呀！这叫容不那两顶差呀！这个哪行在对你最容啊？我当时就坏了，我爸爸马上就他没得了苹果手机，这叫他都只上容嘛。当我只想借自行车门跟单呢，哪行在给他买了一张包嘛？哪行在对你电话容嘛？我门跟单，打只想鸟些下步呢，哪行在就下达，我来在鸟车时没一动静呢，被我的都只包的都没到了哈。没你头鸟死快了，没摸的东西被抽样子，一火店没拿没在看没嘞。哥，地老牛，马关熬桃子，一张绿服一张包嘛，工作人就下子啊。没得将鸟死快呢，又拿咋的咋，下到没本事还老是肉嘛。哥摸的东西呢我从来只靠着人丢噶，知道靠着我哪个在哦，但靠过一头的人，穿牛穿带路的是。但靠过一头的人，穿牛穿带路的是。你好坏哟！地老牛，我想他个商量的事情，只要商量哦，弄搞的哦，没分。我想摸，我都知道下的摸样子那个就光摸。哎呀，我还只摸。
你怎么用嘛？我不是想弄这个来意见了嘛？哥呀，将来想弄过来意见？我嘞个这从头一二嘞弄过一下嘛。第二年我想他个啥？怎么这种商量呢？我想摸，这在摸啊？我这样子过啊？你那都把摸样嘞，得咋要脚穿了那个呀？当真是那不夸单那少咋的了？人牛，这个在小我娘嘞，这小我娘的娘不娘啦？这样噻，这样下哩，都这么用噻。第二牛，这还伢头都能这样子感觉哎。我就喊呢，就是就得手里头机摸 WiFi， 我嘞按另一头多能这样子感觉呢。就是呀，设置了 WiFi， 你的 WiFi 信号又强，就是自保密码。失灵啊，这子感觉呢？失灵就是呀，本来可以自动连接的 WiFi， 突然某一弄，你断开了，我嘞异地恋这子感觉呢？异地恋就是呀，本来个保 WiFi 密码嘞，就是呀，用 WiFi 离个近了，链子上。我嘞，就他两只床，也这样子感觉呢。要情况呢？就是要你莫熬了 WiFi 的信号没？莫一路波没一会儿强一会儿弱，一会儿强一会儿弱嘞。你们老对强嘛，你领老对嘛？你别笑。他有钱这样子感觉。对，得叫买过举报了，就那么就是要没承诺的一类 WiFi 是嘛？对，得叫买过举报了，就那么就是呀。没承诺的一类 WiFi 是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一个故事，我能才能用去用意，因有莫一怒，有在痛我落没娘，有到长姑娘，天气。